各位觀眾，營養師 Katie。Braswell 憑藉多年嘅營養研究經驗，同丈夫 Carson 同埋兩位仔女齊響煲咗一個藍光大實驗。佢哋由下晝7點起，將屋企所有發出高能量可見光，即俗稱嘅藍光嘅裝置，包括智能手機、平板電腦、電視、傳統室內燈光，全數關閉，只係先後轉用紅光或者暖黃光照明。短數週內，一家人喺睡眠時長、入睡速度、第日精神狀況同埋情緒穩定度上都錄得明顯升幅，睡眠質素全面提升。藍光喺波長約380至500納米之間，最易抑制人體分泌褪黑激素 melatonin。褪黑激素係調節生理晝夜節奏嘅關鍵荷爾蒙。正常情況下，日間分泌水平低，夜晚顯著上升。但當夜晚暴露於強藍光，褪黑激素生成被抑制，令人難以入睡，睡眠零碎。Braswell 一家實驗數據顯示，關燈禁藍光之後，孩子入睡時間平均提前45分鐘，成年人提前30分鐘，深度睡眠比例提高20%以上。根據2024年美國睡眠協會研究顯示，夜間暴露低於10勒克斯紅光，有助褪黑激素自然分泌，並改善入睡質素。情緒與精神狀態雙重加分，睡眠改善自然帶動第二日情緒同埋專注力。Braswell 家嘅孩子再唔會因為夜晚追劇遲瞓而第日情緒失控，成年人則更易集中精神，並減少晨間焦慮感。Katie 特別指出，禁用藍光之後，全家嘅心情指數平均升幅達30%，家庭互動時候多咗笑聲同共融時刻，而呢一啲其實都係好睡眠間接效應之一。改善荷爾蒙平衡，除褪黑激素之外，光照亦都影響壓力荷爾蒙皮質醇 cortisol 水平。正常晝夜節律下，皮質醇清晨高，夜晚低。然而不規律晚間用藍光裝置會打亂呢個週期，令到夜晚皮質醇過度偏高，影響睡眠並可能加劇焦慮。Braswell 一家自實驗開始，夜晚壓力感顯著減少，連帶皮質醇檢測數值下降大約15%。眼睛健康同長期風險，長期夜間接觸藍光更可能加速視網膜退化同增加黃斑部病變風險。Katie 同時建議大家，尤其夜貓一族應留意工作環境同家居光源，選擇有藍光過濾功能嘅護眼燈具，並盡量避免深夜追燈影劇。技術同生活方式結合，科技唔一定係敵人。如今大多數智能裝置都提供夜間模式或護眼模式，自動降低藍光輸出。家用照明亦都可選擇溫度低於3000K 嘅燈泡。Katie 建議香港家庭可喺傍晚7點之後，透過以下3部曲：一台開啟裝置夜間護眼模式或使用抗藍光濾鏡；2排將室內主燈替換為暖黃或係紅光 LED。3體盡量安排戶外活動，補充低強度自然光，維持晝夜節律。都市光害嚴重，加上港人工作壓力大，夜生活豐富，晚間藍光暴露更甚。要實踐 Braswell 一家嘅做法，或需同家人協調好下班之後嘅社交習慣，亦可選擇使用智能家居系統，定時調節全屋照明。公共空間如寫字樓、大型商場，亦都應該考慮引入暖色調燈光，營造更放鬆嘅晚間氛圍。此外，觀眾可結合傳統、靜坐、太極等嘅活動，舒緩壓力，促進入睡。科研觀點及未來展望。最新發表喺睡眠醫學評論嘅綜合評估發現，第3代非藍光橋接光源燈能更精準模仿自然黃昏光譜，有助人體生理時鐘重置。香港科大光學研究團隊亦都正測試 OLED 可調光顯示屏，期望於出年推向市場，為都市夜生活提供健康解決方案。結語：一個小小習慣潛移默化影響全家健康，關掉藍光唔單止係睡眠革命，更係生活質量逐步升級嘅開端。你又會唔會同 Braswell 一家一齊斷藍光？大家如果想試下呢個簡單實驗，記得由今晚7點開始熄晒藍光，等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心得。唔好錯過，即刻 like 同訂閱，留言同我哋講你嘅藍光大計。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